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美格智能啊，上市編號3268啊，公司咧就係一個比較領先啲嘅無線通訊模組嘅提供商嚇。嗱，最近咧相關一啲無線通訊器材啊、電訊類咧，其實都受市場矚目嘅，咁所以我覺得行業上面都中上嘅。2月27號開始招股啦，咁啊3月5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，上市日係3月10號啊，發行價格28個8毫6啊，入場費係2009蚊多啲，集資額10億多啲嚇。睇翻行業 OK 都吸引嚇，咁啊集資規模10個億啫噃，算係細粒嚇，相信咧都會好炒嘅嚇，咁啊大家即管去關注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